創世記第1章，上帝的創造。1.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3.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4.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換而，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6. 上帝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7. 上帝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8. 上帝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2日。9. 上帝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10. 上帝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12. 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3日。14. 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15. 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16. 於是上帝造了2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17. 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18. 管理晝夜，分別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4日。20. 上帝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21. 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5日。24. 上帝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25. 於是上帝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26. 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7.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29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30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31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21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22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23有晚上，有早晨，是第5日。24上帝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25於是上帝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26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7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29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30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31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第2章。1天地萬物都造齊了。2到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3上帝賜福給第7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伊甸園。4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4之二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上帝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6但有霧氣從地上騰，滋潤遍地。7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8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9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10.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為4道。11.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肥拉全地的，在那裏有金子，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裏又有珍珠和紅瑪瑙。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14.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15. 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18.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19. 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20.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21. 耶和華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22. 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第3章，人違背命令。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3. 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明，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造裙子。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9. 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10他說：
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撞了。11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12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13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你做的是什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上帝的宣判。14耶和華上帝對蛇說：你嘅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她的腳跟。16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17又對亞當說：你嘅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18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19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20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21耶和華上帝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22耶和華上帝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着。23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24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第4章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2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3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4亞伯也將他羊群眾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6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7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服他。8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9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
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10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11地開了口，從你手裏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12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13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14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15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7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16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羅得之地。該隱的後代。17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18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米戶雅利生馬土撒利，馬土撒利。19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20亞大生亞伯，亞伯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21亞伯的兄弟名叫猶伯，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22洗拉又生了土伯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土伯該隱的妹子是拿瑪。23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24若殺該隱，遭報7倍；殺拉麥，必遭報77倍。塞特和以挪士。25亞當又與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說：上帝另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替亞伯，因為該隱殺了他。26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第5章亞當的後代。1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樣式造的。2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上帝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亞當活到130歲，生了一個兒子，形象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4亞當生塞特之後，又在世800年，並且生兒養女。5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6塞特活到100歲，生了以挪士。7塞特生以挪士之後，又活了807年，並且生兒養女。8塞特共活了912歲就死了。9以挪士活到90歲，生了該男。10以挪士生該男之後，
又活了815年，並且生兒養女。11. 以諾士共活了900歲就死了。12. 該男活到70歲，生了瑪勒列。13. 該男生瑪勒列之後，又活了840年，並且生兒養女。14. 該男共活了910歲就死了。15. 瑪勒列活到60歲，生了雅列。16. 瑪勒列生雅列之後，又活了830年，並且生兒養女。17. 瑪勒列共活了895歲就死了。18. 雅列活到162歲，生了以諾。19. 雅列生以諾之後，又活了800年，並且生兒養女。20. 雅列共活了962歲就死了。21. 以諾活到60歲，生了瑪土撒拉。22.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上帝同行300年，並且生兒養女。23. 以諾共活了365歲。24. 以諾與上帝同行，上帝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25. 瑪土撒拉活到187歲，生了拉麥。26. 瑪土撒拉生拉麥之後，又活了782年，並且生兒養女。27. 瑪土撒拉共活了969歲就死了。28. 拉麥活到182歲，生了一個兒子。29. 給他起名叫挪亞，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30. 拉麥生挪亞之後，又活了595年，並且生兒養女。31. 拉麥共活了777歲就死了。32. 挪亞永100歲生了閃、含、雅弗。第6章。人類的邪惡。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2. 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3. 耶和華說：人嘅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120年。4.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7.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8. 唯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挪亞。9.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同行。挪亞生了3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
11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12上帝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13上帝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14你要用歌斐木做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地造，裏外抹上松香。15方舟的做法乃是這樣：要長300肘，寬50肘，高30肘，高30肘。16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1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3層。17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18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19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2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裏保存生命。20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2個，要到你那裏，好保存生命。21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你和他們的食物。22挪亞就這樣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第7章洪水。1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2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7公7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1公1母。3空中的飛鳥也要帶7公7母，可以留種，活在全地上。4因為再過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晝夜，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5挪亞就遵着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6當洪水泛濫在地上的時候，挪亞整600歲。7挪亞就同他的妻和兒子兒婦都進入方舟，躲避洪水。8潔淨的畜類和不潔淨的畜類，飛鳥並地上一切的昆蟲。9都是一對一對地，有公有母，到挪亞那裏進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亞的。10過了那7天，洪水泛濫在地上。11當挪亞600歲2月17日那一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12 40晝夜降大雨在地上。13正當那日，挪亞和他3個兒子閃、含、雅弗，並挪亞的妻子和3個兒婦都進入方舟。14他們和百獸各從其類，一切牲畜各從其類，爬在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一切禽鳥各從其類，都進入方舟。15凡有血肉、
有氣息的活物，都一對一對地到挪亞那裏，進入方舟。16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亞的。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裏頭。17洪水泛濫在地上40天，水往上漲，把方舟從地上漂起。18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漲，方舟在水面上飄來飄去。19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20水勢比山高過10肘肘，山嶺都淹沒了。21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和爬在地上的昆蟲，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22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23凡地上各類的活物，連人帶牲畜、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裏的。24水勢浩大，在地上共150天。第8章洪水消退日，上帝紀念挪亞和挪亞方舟裏的一切走獸牲畜。上帝叫風吹地，水勢漸落。2淵源和天上的窗戶都閉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3水從地上漸退，過了150天，水就漸消。4 7月17日，方舟停在阿拉納山上。換年，水又漸消，到10月初1日，山頂都現出來了。6過了40天，挪亞開了方舟的窗戶。7放出一隻烏鴉去，那烏鴉飛來飛去，直到地上的水都乾了。8他又放出一隻鴿子去，要看看水從地上退了沒有。9但遍地上都是水，鴿子找不着落腳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亞那裏。挪亞伸手把鴿子接進方舟來。10他又等了7天，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11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裏，嘴裏叼着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12他又等了7天，放出鴿子去，鴿子就不再回來了。13到挪亞601歲，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乾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便見地面上乾了。14到了2月27日，地就都乾了。15上帝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可以出方舟。17在你那裏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都要帶出來，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興旺。18於是挪亞和他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出來了。19一切走獸、昆蟲、飛鳥和地上所有的動物，各從其類，也都出了方舟。挪亞獻祭。20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21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裏懷着惡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22地還存留的時候，假釋、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第9章，上帝跟挪亞立約。1上帝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2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3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4唯獨肉帶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們不可吃。並係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7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8上帝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說：9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10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11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12上帝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13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14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15我便紀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泛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16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紀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17上帝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了。挪亞和他的兒子們。18出方舟挪亞的兒子就是閃、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親。挪亞和他的兒子們。19這是挪亞的3個兒子，他們的後裔分散在全地。20挪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21他喝了園中的酒，便醉了，在帳棚裏赤着身子。22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就到外邊告訴他2個弟兄。23於是閃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進去，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着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24挪亞醒了酒，知道小兒子向他所做的事。25就說：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26又說，耶和華閃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僕。27願上帝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裏，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28洪水以後，挪亞又活了350年。29挪亞共活了950歲就死了。第10章閃、含、雅弗的後代。1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洪水以後，他們都生了兒子。2雅弗的兒子是歌篾、瑪各、瑪代、雅完、土巴、米設、提拉。3歌篾的兒子是亞實基拿、利法、陀迦瑪。4雅完的兒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6含的兒子是古實、麥西、弗、迦南。7古實的兒子是西巴、哈肥拉、撒弗他、拉瑪、撒弗提加。拉瑪的兒子是示巴、底但。8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9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10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革尼，都在示拿地。11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加拉。12和尼尼微、加拉中間的利先，這就是那大城。13麥西辛路低人、阿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14柏斯魯世人、加斯魯希人、加菲托人，從加菲托出來的有非利士人。15迦南生長子西頓，又生赫。16和耶布斯人、阿摩利人、革迦撒人。17希未人、亞基人、西尼人。18亞雅底人、洗瑪利人、哈馬人。後來迦南的諸族分散了。19迦南的境界是從西頓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薩，又向所多瑪、蛾摩拉、押瑪、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20這就是含的後裔，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21雅弗的哥哥閃是希伯子孫之祖，他也生了兒子。22閃的兒子是以蘭、亞述、亞法撒、路德、亞蘭。23亞蘭的兒子是烏斯、戶勒、基帖、瑪斯。24亞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25希伯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法勒，因為那時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約攤。26約攤生阿摩達、沙列、哈撒馬菲、耶拉。27哈多蘭、烏撒、德拉。28俄巴路、
阿比瑪利、示巴。29阿非、哈肥拉、約巴，這都是約攤的兒子。30他們所住的地方是從米沙直到西法東邊的山。31這就是閃的子孫，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32這些都是挪亞3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洪水以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